自然界之中有一種魔法，穿梭喺天空、森林、高山同海洋之間，佢無所不在，似乎喺度召喚緊我哋進入一個永無止境嘅魔幻世紀。魔法將熱情藏喺每個人嘅心中，將力量注入我哋身體嘅每一個部分。神奇嘅魔法就喺呢隻戒指之中。戴咗呢隻戒指嘅人，可以同昆蟲、魚、鳥、獸對話，可以同高山、海洋對話，可以同大自然對話。我哋嚟到宜蘭縣，呢度有1/3嘅人口以務農為生，但係年青人到城市謀生，所以留低種田嘅幾乎都係60歲以上嘅長者。30幾歲嘅賴青松正為今年嘅稻米耕作揭開序幕。喺佢嘅農田噴有機肥。賴青松係留學日本嘅法律碩士，原本係一個從未踏足農田嘅知識分子。喺台北工作幾年之後，決定帶埋佢屋企人到宜蘭，重新學習種稻。4年嚟佢嘗盡苦頭，仲俾當地嘅農夫笑。不過佢始終甘之如飴。喺資訊社會，人有病多數都因為腦轉得太快。如果再加多部電腦，咁到時呢，就唔知道係電腦壞先定人腦壞先。所以我只好揀個永遠唔會加速嘅行業，就係農業。春夏秋冬365日，科技再進步都唔可以縮減到時間。所以土地對好多人嚟講係手扣腳療，對我嚟講係好嘅壓艙石。我可以慢慢嚟。有時間享受人生。呢度漏水唔係好嚴重，係由下邊滲出嚟。有蜈蚣啊！有走路蟲、放屁蟲。宜蘭大學有教授喺呢度研究水田生態，希望利用蟲嚟做指標，因為喺水田成日見到。賴青松學習種稻之外，亦學習同自然和諧相處嘅方法，所以佢為啲蟲喺水田預留空間，俾佢哋生存。因為佢認為有蟲出現係土地健康嘅表現。對農夫嚟講，雀鳥係一種令人頭痛嘅生物，由翻土、插秧、收成。雀鳥一定知道幾時可以開大餐，好多農夫都想盡辦法避免雀鳥偷食佢哋嘅農作物，但係賴青松冇咁樣做，因為佢認為雀鳥係水田生態系之中嘅重要成員，所以佢將雀鳥當係喺呢片土地上一齊生活嘅朋友。
因為泥同草堆會有好多蟲，所以雀鳥會嚟覓食。你做緊咩？佢哋都知。呢個太太更留意我。賴青松好留意雀鳥嘅舉動，佢發現雀鳥會掹走生得唔好嘅稻秧，令其他嘅秧苗吸取更多養分，生長得更好。賴青松認為，減少人為嘅干預，大自然反而會運作得更加好。我哋會為咗水鳥啄食稻秧而煩惱，但係其實人類應該大方啲，留啲俾佢哋食，因為呢度本來就係水鳥住嘅地方，天地萬物都有節制，唯一冇節制嘅就係人類。人類竭澤而漁，要用到盡，挖到乾，食到死。賴青松唔會用農藥同化學肥料，因為佢認為土地唔係一件生產工具，而係滋養萬物嘅根源。佢唔希望用短視嘅方法，為咗增加產量而毒害土地。佢而家倒落水田嘅係滿江紅，3日可以繁殖1倍，之後成為水田嘅天然肥料。4年嚟，佢不斷探索一個同自然和諧相處嘅方式。喺台灣有300個家庭，因為認同賴青松唔使用農藥，尋求生態平衡嘅自然農法，而預購佢每年收成嘅稻米。賴青松認為，除咗可以食到好食嘅米之外，必須透過親身參與，先能夠令人深刻